歡迎你嚟到說營養。今集為你講下5款支持膠原蛋白再生嘅食物，請收睇到尾，睇下有冇你哋鍾意食又可以幫助改善健康嘅食物啦。骨湯提供膠原蛋白、明膠同埋必需嘅氨基酸，好似甘氨酸同埋葡氨酸嚟支持膠原蛋白嘅產生，有助於組織修復。佢含有鋅、銅同埋維生素 C， 可增強膠原蛋白嘅合成。明膠可促進腸道嘅健康，改善營養吸收，而抗發炎化合物有助於防止膠原蛋白嘅分解。蛋白有助於膠原蛋白嘅產生，因為佢哋含有豐富嘅葡氨酸。葡氨酸有助於穩定同埋強化膠原纖維，有益於皮膚、關節同埋結締嘅組織。此外，蛋白仲含有甘氨酸，呢一種膠原蛋白嘅形成中嘅另一種嘅關鍵氨基酸。雖然佢哋唔係直接含有膠原蛋白，但其氨基酸組成為人體生產膠原蛋白提供咗所需嘅組成部分。紅豆透過提供蛋白質同埋關鍵嘅氨基酸，例如甘氨酸同埋葡氨酸嚟支持膠原蛋白嘅產生。佢哋仲含有豐富嘅鋅同埋銅，呢啲礦物質可以激活膠原蛋白嘅生成。此外，佢高抗氧化劑含量，有助於保護膠原蛋白免受損害，促進皮膚同埋結締組織嘅健康。三文魚皮支持膠原蛋白嘅產生，因為佢含有豐富嘅一型膠原蛋白。佢仲提供奧米加3脂肪酸，可減少發炎，並且有助於保護膠原蛋白免受分解。此外，三文魚皮含有鋅同埋維生素 E， 呢一種對膠原蛋白嘅合成同埋皮膚嘅修復係相當之重要。莓果有助於膠原蛋白嘅產生，因為佢哋含有豐富嘅維生素 C， 佢哋仲含有豐富嘅抗氧化劑，好似花青素，可以保護膠原蛋白免受自由基嘅傷害。此外，莓果有助於減少炎症，防止膠原蛋白嘅分解，促進皮膚同埋結締組織更加健康。